選舉事務處於上水機場及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設立鄰近邊境投票站，朝早起陸續有市民到場投票。位於機場嘅邊境投票站係為咗方便已登記嘅離港或抵港選民及當值嘅機場員工投票，人流頗多。今日特登飛翻嚟投票，我聽日翻上海啦。方便咗好多，因為我係今朝啱啱落地，咁喺機場即刻可以投票，咁變咗之後啲時間就可以靈活啲咯。其實平時喺內地住嘅，我係香港人，我喺內地生活咗10幾年啦。咁就今次投票呢，我就其實特登翻嚟嘅。機場嘅鄰近邊境投票站位於2號客運大樓，指示牌顯示等候時間少於30分鐘。截至下午4點，選委會共收到245宗投訴，包括投訴安排、選舉廣告同埋私人樓宇競選活動。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陸啟康提醒市民要奉公守法。投票站裏邊呢，亦都係唔可以進行拉票嘅活動，派發呢個選舉廣告或者係展示呢個宣傳品。選管會呢係會提醒各界人士呢應遵守選舉法例同埋選舉活動嘅指引。選舉事務處亦首次於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設邊境投票站，不過人流就唔算多。說在線記者鄺靜賢報導。